后来，这个学校要开始热热咯，一寡饭店上准儿童推出着专案，像台北的喜来登饭店、金华酒店，像宜兰的绿舞观光饭店，拢推出着夏令营，要来抢攻国内旅游的市场。对了，使用岩雕做出海洋生物，也是动手做机械这佚佗名。台北喜来登头一摆推出宝贝夏令营，锁定4岁到10岁囡仔，规划10外项的课程，和大人带囡仔做伙来创造热天美好的回应。课程其实从体能、科技到手作，其实课程内容非常的丰富。平常日一间房间4999块，提供一个囡仔参加课程，加一个人爱加12块。囡仔上课，这大人就会使好好安排。同款是要抢囡仔市场，金华酒店就特别打造 VR 儿童游乐室，不管是算 VR 还是读故事册等等，就要将饭店变成家庭的游乐园。2个大人一个囡仔，3天2暝，大人1暝2990块，囡仔免费。享用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些美味点心吧，然后还有晚上还可以欣赏我们晚间会播出的星空电影院。为了要抢国内游览商机，宜兰绿舞国际观光饭店就找各大剧场打造互利忍者物语夏令营，3天营队包括这甲大活动等等，一个人18100块。垦丁福华嘛推出儿童夏令营。半日营35，全日营队600块。业者表示讲，只要是有带房的方案，会使搭配安心旅游加3倍券的使用，都是想尽办法要将疫情期间损失的业绩加补回来。